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7，旧历的4月初3，礼拜2，拢咧帮忙拍火义消，家己的徛家火烧厝时，无力回天。高雄小港的凤林路一间文具店，一家口外4个人，有3个拢是义消。讲深夜12点半火烧厝，对面就是消防队出动21台拍火车，50个人抢救。但是这个火实在太大了，烧2点钟才来收煞。一家口外4个人，一个死，2个重伤。上户居民无法度谅解的是，分推车无来。原来这个负责拍火的大拿分队根本都无分推车。大火5烟一直烧，这个火光将文具店烧到红光光，火有够大，远远就看会到。这个火是愈烧愈严，根本将规栋的人家厝烧了了。几分钟后，一个走路已经昏去的老太太，和警消人员救出来，内面还有一个老先生，先走出来。这个后生躺只脚伫附近行来行去，希望讲伊的乡亲会使平安，互人救出来。啊，不过烧足久啊咧，烧到7点钟啦。村民隔壁走出来了，议员会惊，警消人员继续甲时间的比赛。最后，这个老先生被人发现倒伫2楼，已经消防人员赶紧将伊甲扛落来，到病院进前都已经无开啊。这个火烧厝前后要2点钟，是安怎无看到分推车赶到位？小港那边也可以调过来啊，停在那边要干嘛？根本无用武之地嘛。一个是火卡，一个是昏迷啊，分别送往长庚医院、小港医院。大林这边啊，现在是没有云梯车哈，那我们是用布水线的方式啊进入抢救。原来不是分推车唔来，是火场对面的大拿分队根本就无配分推车。附近的住户真生气，只记讲拍火过程出现重大的疏失。只关心人武，只关心云林那边卖寮，请问谁关心过大林武？一场大火造成1死2重伤，嘛烧毁一个家庭，嘛烧出高雄消防队的问题。